若去台南南科考古館啊，人攏會問這個老大人講，你有烏卡無？哦，這毋是咧罵伊啊，烏卡就是你的心中已經停去啊，是因為伊有一個卡，這個卡呢，就是要去考古館，考古就要用去烏嘛，所以因才號一個趣味的名叫做烏的卡啦。但是聽起來煞總袂想要就抓講你已經拜拜啊，共款。民眾來到台南南科考古館，內底的考古文物800款，各規劃親子活動區，真濟大人帶囡仔來遮佚佗。不過館內這幾張卡片煞引起熱議。這回關卡是針對6歲到12歲兒童學生，60個歲以上是大人的猶太卡，竟然叫做烏卡，含到現前心系功能頂級的英文縮寫烏卡共音。網友就笑講，這講着大家救護車的頂共款會死咧。台灣現在太喜歡玩諧音梗，所以我就覺得好像怎麼聯想，其實就是看個人，還蠻有創意的，蠻有創意的啊。對，我們就是可以讓大家覺得很有趣啊，可以吸引更多人。我也沒有發現，我就想說它就是英文。卡片名稱引起熱議，官方是解說，主要是希望會當借由文宣品推廣館內考古的專業。這代表我們台灣內部呢這個想象力豐富，因為考古發掘跟挖有關，用台灣台語的話是oak，所以我們用的這個音呢就是 o card 和 wow card 來去用這樣子的音呢，能夠去做一些推廣。因為館內考古文物和烏有關係，所以一般會館卡號音叫做瓦卡，猶太卡是叫做烏卡。烏有違抗的意思，啊，讓這邊因為對當今，和愈濟人知影南科考古館，官方嘛希望會當就這邊和台灣重要文化資產和愈濟人看到。Hello， 我是林仙怡，想要搶先掌握最及時的新聞資訊嗎？趕快訂閱、按讚、開啟小鈴鐺，鎖定華視新聞 YouTube 頻道。